Hello，大家好，我係比特幣家伙。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咧可能存在喺平衡宇宙裏邊嘅尋秦記電影版本。不過咧個主角咧就唔係項少龍，而係咧 Ken 哥。少少背景啦，大家都知道佢坐咗20年嘅冤獄，咁帶走咗佢嘅咧就唔止係自由，仲有咧就係佢做爸爸嘅時間。所以喺監獄裏邊咧，佢每一日都同自己講，一定要改寫歷史，同埋咧攞翻所有屬於佢嘅嘢。咁去到出獄嗰一日啦，阿 Ken 哥咧嗰個念頭咧就好清晰，佢咧就諗住要翻秦朝，刺殺秦王，取而代之，同埋咧順便揾項少龍報仇，同咧命運正面咁樣對抗，係咪好熱血咧？但係咧就喺佢準備行動之際咧，佢腦海中咧浮現咗一句説話，就係知可戰與不可戰者勝。呢句説話咧就係出自於咧佢喺獄中睇到爛嘅《孫子兵法》入面嘅意思咧，即係話真正聰明嘅人咧就唔係每一場仗都要打嘅，而佢係知道咧有啲仗咧係值得打，有啲仗咧本身就唔值得去打。於是阿 Ken 哥咧就停一停，諗一諗，佢開始計下數。刺秦王咧風險極高，自己咧得十幾廿丁友，就算咧加埋現代兵器都好啦。但係古代打仗咧閒閒地都千軍萬馬噶嘛，咁佢係咪真係 sure 夠抽咧？人哋一個箭海射過嚟嗰陣，你係咪真係可以化身 Matrix 咁樣避過晒佢咧？再加上咧，項少龍一直都冇翻嚟現代，本身其實已經係一個巨大嘅變數嚟噶嘛。就算俾你成功咗，你都未必真係改變到歷史㗎喎，可能只係得返10年命。OK，如果有緣聽到呢度嘅你呢，咁就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啦，咁就唔會 miss 咗之後嘅片啦。Thank you。咁於是呢，阿 Ken 哥呢就做咗一個呢冇人估到嘅選擇，就係呢，佢唔返秦朝，佢決定呢返去2009年嗰度呢，冇刀冇劍冇戰場。只有一部舊嘅 laptop 同埋一個啱啱橫空出世嘅金錢制度比特幣。咁一開始咧，阿 Ken 咧其實冇咩理想嘅，佢只係咧想發達嘅啫。因為咧佢記得咧2025年咧一個 Bitcoin 咧就升到差唔多100萬港幣左右啦。咁咧佢開電腦咧 download 咗個 software，跟住咧撳個掣，大約10分鐘之後咧，突然之間，佢得到50粒 Bitcoin，咁大概1年時間過咗啦，阿 Ken 咧就挖咗幾萬粒 Bitcoin 啊，但係咧當時只係夠買幾個 pizza 食。佢突然之間意識到咧，其實嗰陣嘅比特幣咧仲未開始普及㗎喎，有啲嘢咧真係要俾佢順其自然咁樣發生。喺呢一年嘅時間咧，佢不斷去研究比特幣，佢越嚟越咧覺得震撼。原來呢個世間上係有一個 system，唔需要靠皇帝，唔需要靠極權，唔需要靠暴力，都可以維繫到嘅。呢個 system 靠嘅係咧數學、共識、電力同埋時間。正正喺嗰一刻咧，阿 Ken 咧就明白咗一個佢自己都未聽過嘅概念，就係咧 time preference 時間編號。以前嘅佢咧就係一個好高時間編號嘅人，佢咧即刻要報仇，即刻要掌控所有，即刻要改變命運。但係咧比特幣教識佢咧，真正嘅力量咧唔係一定要今日去贏，而係咧降低自己嗰個時間編號。其實咧就係選擇順其自然。呢個系統係會獎勵嗰啲有耐性而且有智慧嘅人。其實講返去2009年呢一個決定咧，阿 Ken 得到嘅咧唔止係金錢啊、財富呢啲嘢，佢得到嘅咧係佢人生最大嘅禮物，就係時間。佢可以重新咧做返爸爸應該做嘅嘢，陪個女行街啊、睇戲啊、食飯啊、傾心事啊，教個女儲蓄嘅重要性啊。而且佢亦都決定去繼續貢獻呢個比特幣嘅網絡，以至人類嘅文明。佢咧不斷咧去研發更加有效率嘅礦機啦，同埋更加安全嘅冷錢包等等。到呢一刻咧，佢真正明白咧，最有價值嘅嘢咧，從來都唔係權力，唔係復仇，甚至唔係錢，
而係咧你肯唔肯去放低仇恨咧，為未來去等待去計劃。一個網絡嘅共識咧係需要時間去建立嘅，而親情咧更加需要時間去沉澱。今日嘅結論咧就係呢個故事咧，其實係想你問下你自己，你而家做緊嘅每一個決定咧，究竟係為咗而家即時嘅享樂啊、一時嘅衝動啊，定係真係為咗長遠嘅未來打算緊呢？我哋有冇打緊一啲咧其實唔應該打嘅仗呢？最後咧就多謝咧所有喺 Lostar 上面咧支持我繼續做呢個 channel 嘅朋友啦。如果你已經喺 Lostar 上邊咧，咁就記得去 follow 佢哋啦。OK，今日嘅時間差唔多，歡迎留言理性討論，下次見，拜拜。